文来看社会消息，捌侦办玛莎拉蒂恶质少年案件，这个台中市前刑大大队长林明祖涉嫌漏泄情报资料，和这个线顶的跋筊网站。5月7日，和台中地检署抓回去，经过呢一暝精神了，检方人员讲，林明祖涉嫌这个漏泄秘密、加包庇犯罪组织，佮犯着洗钱防治法以及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，有多蒙串口径的顾虑，甲法院申请收押禁见。这个案件敢若是因为这个林明祖伫台中市刑台时，有去接到全国上大间这个线顶跋筊网站的情报资料，结果台中地检署发现讲，刑台拢总无行动，怀疑讲有人干涉这个案件，加上有人检举这个林明祖的名出现伫这个跋筊网站的小册内底，才会开始调查。台中刑大前大队长林明祖经过一暝问话，早起10点为廉政署坐车前往台中地检署。检方伫问话了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林明祖伫昨互中检带回去问话，伊咧做台中刑大大队长的时阵，接到全国上大线顶跋筊网站的情资，验过一直拢无展开调查。中检怀疑讲刑大有人涉案，加上刑事局也收到检举，林明祖涉嫌盗窃秘密，甚至伊的名字佫出现伫跋筊网站的小铺。检方搜索伊的办公室甲徛机了后，将伊带到廉政署问话。问话了后，中检认定伊涉嫌盗窃秘密、包庇犯罪组织，佮触犯洗钱防治法佮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的罪，有多蒙隐蔽伪造佮串供疑虑。还有一个蛋壳。林明祖担任台中市刑大的大队长，办过真侪案件，包括玛莎拉蒂的主嫌张敦良牵涉到跋筊网站，以及伫海外萨摩亚设立分公司的跋筊网站。想要到这摆所涉嫌盗窃秘密和跋筊网站，佮敢若有贪污。另外，现任的台中市刑大副大队长甲柯侦队长拢红列做证人，问话了后被请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